主后2023年6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做属伫上帝的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28篇。上主啊，我求叫你，我的石盘毋通误插我。你若对我静静，我就亲像入梦空空的人。我求叫你，当你的至圣所举手祈祷时，求你听我恳求的声。毋通将我甲歹人以及做歹的人做一个消灭，因甲厝边讲和平的话，毋过心阴险。愿你照因的所做，照因所行的歹，报应因；愿你照因的手的所做，报应因；照因所应该受的，甲因处罚。因为因藐视上主的作为，甲伊手的所做，伊会毁坏因，袂甲因重建。上主应该受称赞，因为伊有听我恳求的声。上主是我的快乐，我的盾牌，我倚靠伊。上主帮赞我，我的心大欢喜。我要用诗歌称赞伊。上主是伊子民的快乐，是伊选立的王得救的避难所。求你拯救你的子民，赐福予做你产业的子民。求你做因的牧者，永远扶持因。做属伫上帝的人。诗篇28篇的标题写大笔的诗，圣经学者认为，这诗篇可能是大笔遭遇伊的囝押沙龙背叛，还是破病，或者是受歹人攻击，伫绝望的境况中写的诗。伫危急的时刻，大笔向上帝祈祷，甚至用举手的肢体语言，表达出内心迫切祈求上帝施行怜悯和恩典，求上帝展现伊的公义和审判。伫大笔的祈祷中，特别讲到做歹、藐视上帝的作为，甲轻看伊创造的人，会予上帝刑罚和毁灭。就算身为万人之上的君王，大笔也深知，只有上帝才会当予伊免抵灭亡。佮用安尼深切恳求上帝毋通去杀伊，这通讲是伊一生的信仰体会。伫大笔著名的悔罪诗诗篇51篇11节，也有同款的恳求，拄亲像有经过切身经历。大笔伫祈祷的路尾告别，求你做因的牧者，永远扶持因。只有属伫上帝的人，才当得到上帝的眷顾、牧养和拯救。这是大笔向世间人揭示的真理，也是伊一生追求的目标。2022年，拄是加拿大宣教师马偕牧师来台湾宣教150周年。马偕牧师伫宣教过程中，总是奋勇向前。马偕牧师伫北台湾各所在传福音的过程中，毋但常常遭受雷骂，所去的教堂也常常互拆毁。就算后来离反咽喉癌，也坚持继续教学，甚至伫暗暝巡视学生宿舍。支持伊的力量和目的，就只有一句话，拢是为基督。这也是改革中的信仰精神。无论是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所写的基督教要义，或者是长老教会所宣认的为书面书的信条，拢再再说明，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，掠伊做快乐，直到永远。
所以，做一个属伫上帝的人，所追求的，就是一生住踮上帝内面，无论是活还是死，拢是为着主的缘故，一切遵照伊的话去行。上帝应允，既然属伫伊的人，拢会得到看顾和拯救。总是重点是，咱是毋是愿意成正做属上帝的人？当咱讲我愿意，表示愿意将性命主权交予上帝，互伊来引带。当咱讲我愿意，表示愿意遵行上帝旨意来活，一切拢是为着主。当咱讲我愿意，无论环境安怎，咱拢要完全信靠上帝。所以，要做一个属主的人，简单无？无简单。总是透过代笔的祈祷，互人明白，当咱开始找求上帝，向伊祈祷，伊要聆听咱恳求的声，伸手帮助咱。默想，做歹往往比做好较容易，却也搁较显出作为属伫上帝的人，凡事尊主做大的可贵。因为安尼，伫基督徒占少数的生活处境中，我安怎坚持信仰，活出真理的道理？做歹往往比做好较容易，却也搁较显出作为属伫上帝的人，凡事尊主做大的可贵。因为安尼，伫基督徒占少数的生活处境中，我安怎坚持信仰，活出真理的教示呢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我本是软弱有罪的人，感谢你拣选我属伫你，我愿意时常倚靠你，求你互我骹步徛在无甲歹人同流合污，一生持守信仰，为你来活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